讲你。万管的上帝，阮深深感谢你。若毋是你的圣神，一间破碎的教会要怎样重新起造？一个欠过教会要怎样重新得到安慰甲充满？做伫纪念你圣神降临伫世间，对起头的创造，到圣神五旬节，上帝你彰显你存在的记号。我们恳求天父上帝通过今仔日，但牧师讲道，会当互每一个兄弟姊妹也得到祝福。领受创造天地的上帝，伫人的混沌不明的相间，运行伫人的生命中。做恳求天父上帝，你也通过圣神进入到今仔日圣歌队所吟唱这条诗歌，互祈祷的声通到天庭，也互上帝你的圣神运行伫会中。做恳求你的圣神降临伫今仔日聚会与生结束，互伊所共读的圣经句句亲像光，会当照伫人的内心。最后所稳定将圣神高抹温树伫人的中间。祝福今仔日所有参加今仔日的礼拜，阮的兄弟姊妹，嘛包括向日葵学院的这的学生，因要毕业，求天父上帝你的圣神充满伫因的生命中间。常常守住伊心内有良善的灵，互因伫成长的过程中有一个真正向的态度。求天父上帝祝福阮今仔日的礼拜，互你的荣耀充满伫阮中间。我嘛用较无的心来听候圣神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来享受、来祝福、来充满。阮安尼恳求祈祷，我给所有性命。阿门。咱安静准备咱的侍奉。让我们123 123 123 123喂，大家平安，让我们一起来敬拜。感谢主耶稣用他的宝血为我们救赎，感谢神的爱，感谢神的恩典。主耶稣，我感谢你，你的身体为我而生，带我出黑暗，进入光明国度，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。我感谢你，你的宝血为我而流，宝贵十架上一直恩典永流，使我完全的自由。宝贵十架的大能赐我生命。主耶稣，我夫妇敬拜你，宝贵十架的救恩
谢你，你的身体为我而生，带我出黑暗，进入光明国度，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。我感谢你，你的宝血为我而流，宝贵十架上一直恩典永留，使我完全的自由。宝贵十架的大能赐我生命，主耶稣，匍匐敬拜你。宝贵十架的救恩，是你所立的约，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。宝贵十架的大能赐我生命，主耶稣，匍匐敬拜你。宝贵十架的救恩，是你所立的约，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。宝贵十架，宝贵十架的大能赐我生命，主耶稣，匍匐敬拜你。宝贵十架的救恩，是你所立的约，你的爱不改变。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主啊，我爱你，我深知一切都在你的手中。或许现在我对很多事情都还是懵懵懂懂，但我一直对自己说，人生就是你为我们每个人预备不同的冒险和旅途。主耶稣，我爱你，所以我把自己全然的交给你。愿你能像最初悦纳我一样，继续喜悦我的生命。阿们。耶稣，恳求你以大能扶庇我，你的话语再一次坚固我。绝望和孤单不断地追赶着我，你却是风雨中的避难所。耶稣，唯有你了解我忧伤难过，你定很手安慰我，拥抱我，擦干我眼泪，医治了我的伤痛，用信心重新开启我的眼光。原来苦有时，欢笑有时，过去所经历的困难，更让我看到你的心事，学会保留有时，放手有时，我选择相信你美好不变的应许。
耶稣，感谢你一路上牵引着我指甲的路，你与我一起走过，你走在我前头，鼓励我不要退缩，因你在，双手一牵牵顺了我。原来苦有时，欢笑有时，过去所经历的困难，更让我看到你的心事，学会保留有时，放手有时，我选择相信你美好不变的应许，你的旨意超乎我所想所求，在这时候总是我看不透，你必引领我走进丰盛广阔之地，你恩典总够我用。原来苦有时，欢笑有时，过去所经历的困难，更让我看到你的心事，终于学会保留有时，放手有时，我选择相信你美好不变的应许，终于学会保留有时，放手有时，我选择相信你美好不变的应许，我生命所有都交托在你的手里。神就是爱，那住在爱里面的，就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约翰一书4章16节。现在我们一起来唱这首《活出爱》。有一份爱从天而来，比山高，比海深，测不透，摸不着，却看得见。因为有你，因为有我，甘心给，用心爱，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。耶稣的爱激励我，敞开我的生命，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。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，我们一起向世界播出爱。有一份爱从天而来，比山高，比海深，测不透，摸不着，却看得见。因为有你，因为有我，甘心给，用心爱，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。耶稣的爱激励我，敞开我的生命，让自己成
有一份爱，有一份爱从天而来，比山高，比海深，测不透，摸不着，却看得见。因为有你，因为有我，甘心给，用心爱，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。耶稣的爱激励我，敞开我的生命，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。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，我们一起向世界播出爱。耶稣的爱激励我，敞开我的生命，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。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，我们一起向世界播出爱，我们一起向世界播出爱，我们一起向世界播出爱。现在让我们安静心来准备礼拜。我的心神啊，你着学乐耶和华；凡那伫我内面的，也着学乐伊的圣名。我的心神啊，你着学乐耶和华，毋通袂记得伊一切恩惠。
圣诗157首，造化的神，你伫早时，请起立吟全首。这是咱徛伫用使徒圣经做咱的信仰告别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圣母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院内受苦，定是第死埋葬落阴府，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，受天，担做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。伊要了了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公道的教会，圣道的上托，罪赦免，肉体复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
请坐。这是咱的考验，考验文第35篇。既若喙焦的，就来就盆水。来啊，毋免闻，毋免计钱。写书开费钱买迄个袂食得的面。恁着留心听我，就会食迄个好面。着趁耶和华通找着的时来找伊。歹人着离开伊的路。规午耶和华伊要怜悯伊。耶和华讲：我的念头毋是恁的念头。因为天怎样较悬地，安尼我的路较悬恁的路。因为亲像雨甲雪对天降落，也无搁倒转。互野种的有种子。我的喙所讲出的话，也要安尼，决断无空空倒转来我遮。恁出去要欢欢喜喜。大山小山要伫恁的面前出声唱歌。清白发声来替草饲。这是要做耶和华的名的纪念。这是咱过来吟圣诗，圣诗158首，恳求信心降临，请咱一个全首。这是咱额头来祈祷。满有恩典搁怜悯的主，愿感谢你。
后面还是没有亮。重开那个所有直播要重来。因为他会从这个录制。
愿手事顺梦的上帝，互你对神来充满达球的欢喜平安，互你对世事的观念得到满满的盼望。而落咱请上主主持。没有。大声一点哦。要这个字幕吗？就这字幕就好，给他们画面，下面给小画面就好。讲到活在圣神能力中，咱请陈牧师。两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今年向日葵学园已经进入第23年，今年的毕业生是第23届的毕业生。咱今年学生真乖吼，咱这学生内底有国中、国一、国二、国三的学生，咱今年有7个国三的学生，全部拢毕业，感谢主。向日葵学园，伫咱起后壁教育馆拄仔起好的时阵，
王金珠先生甲牧师讲，有一个工课，爱了足侪力的，嘛无法度为内底趁到啥物。一般的民间团体拢无想要做，教会要来接无？迄个时阵，我甲牧师有一个感动，阮就真好胆，伫遮开办向日葵学园。为什么号做向日葵？因为迄个时阵，日本有一个教育机构叫做向日葵。向日葵是迄个花，伊的面拢黄日光咧晒，所以咱希望咱的囡仔的面，嘛会当黄着上帝光，所以咱甲号做向日葵学园。向日葵学园的成立是圣神的开力，参与的老师拢毋是专长。拢毋是专才，换一句话来讲，拢是袂晓外行人做内行人的工课。但是圣神伫遮掌管，圣神伫遮运行，圣神引带咱已经过23年，足紧的。有足侪囡仔为遮毕业。有足侪囡仔佮带因的囡仔倒转来，嘛有真侪囡仔伫外面后来去找着教会信主。咱感谢上帝，德堂教会是啥物？当咱拄仔起好后壁教育馆的时阵，咱去教育馆无对付外去募款，是逐个会友捐出来。逐个会友摕钱先借教会用的。当咱起好的时阵，咱的教会实在是啥物都无。但是上帝却是交代一个改变人灵魂的生命予咱。咱啥物拢无，但是咱有圣神。咱啥物拢无，咱会晓祈祷，互圣神运行伫咱的内面。这就是圣神的大开力。但是咱保拢时，咱真少直接讲圣神啊，你安怎圣神啊？咱讲上帝安怎，耶稣安怎？因为圣神的目的是像一把火，要叫咱看到上帝的能力，上帝奇妙的作为。换一句话来讲，向日葵学院的创立是上帝奇妙的作为。换一句话来讲，向日葵学院的设立是耶稣基督的救恩伫遮囡仔的身上，要帮助遮囡仔伫因人生迄个坎站行迷路的时阵，咱阁甲因带倒转来。咱感谢上帝，互咱有这个时间。咱嘛感谢上帝。咱会晓呼求圣神的开力，伫咱的中间运行。就像这个圣经在讲，但愿互人有仰望的上帝，将神，因为神将逐样的喜乐平安，拢充充足足伫恁的心中。伊要借着圣神的大开力，互咱得到仰望。咱兄弟姊妹，请咱来领受圣神的大开力伫咱的生命的内面。圣神为伫人类历史的开始，上帝创造天甲地的时阵，伊就伫咱的中间在运行。这大大运行的圣神，伊后来伫耶稣基督伊要离开咱的时阵，伊甲伊的学生讲：啊，我要离开恁啦。但是上帝会互一个保惠师，就是真理的圣神，要来恁的中间。我甲恁讲哦，这个圣神一般世间人毋捌伊，
但是捌耶稣基督的人一定捌伊。伊要创啥物？伊要将上帝旨意甲咱讲。伊要创啥物？伊要帮助恁想起我所讲的话。两位兄弟姊妹，为遮开始，耶稣交代伊的学生讲：恁爱听候圣神，因为圣神来的时阵，恁就法度得到能力传福音。两位兄弟姊妹，教会是为着开始，为着即群学生，伊咧听候圣神的时阵，圣神降临伫五旬节。五旬节伫啥物时阵？伫夏天的开始，犹太人伊收割大麦的时阵，伊收啊，哇！那甲咱台湾人讲挂稻啊了，迄暗做感恩，大家伫遐共同食饭，真欢喜。伫五旬节的时阵，就是因挂稻啊咧献感恩的日子。圣神降临伫即11个学生的顶面，甲伫甲学生做伙人的顶面。咱兄弟姊妹，全世界福音，全世界教会，是即11个学生开始建立出来。你讲即11个学生科学家吗？即11个学生博士吗？即11个学生真有钱真敖吗？拢无呢。因是上界普通的劳动界，掠鱼的、赤脚仙、做工的，拢总有。但是圣神的气力伫因的身上，因带着这个气力，伊建立了上帝教会。两位兄弟姊妹，咱的教会嘛是圣神所运行起造的。咱今仔若无圣神，就无咱的教会。若是安尼，咱的活命是毋是更较应该爱互圣神运行伫咱的内面，爱互圣神充满伫咱的内面？伫创世纪第1章第1节到第3节一开始，伊就甲咱讲一个基督徒受祝福的公式，迄是受祝福的公式。伊讲起初上帝创造天地的时阵，天甲地一片安那混沌，啥物都无。上帝的神，就咱今日讲的圣神，运行伫水面。伊照上帝所讲的，上帝讲有，伊就运行，就互伊成做有。两位兄弟姊妹，迄是一个公式。今日上帝圣神要运行伫恁的心中，上帝讲有，恁就圣神要运行，互恁得到有。上帝讲，我要安慰恁，互恁的悲伤得到快乐。圣神就运行，互恁得到快乐。上帝讲，我要安慰恁，互恁的苦楚成做祝福。圣神的运行，互恁的苦楚成做祝福。这是一个基督徒会当领受到的特权，是只有咱有的。照耶稣基督讲，认捌我的人，才有法度得到这款的权利甲祝福。何等的祝福！两位兄弟姊妹，咱来看圣神的祝福带着啥物？圣神的祝福，他带咱所念的迄条诗歌，圣诗157首，恁若无清楚，恁搁倒转去看，圣神的功能拢总写伫遐。我上爱伊内底讲的讲，上帝手的气力。迄是一个拟人化吼，上帝手的气力，我常常恳求上帝手的气力运行伫咱的中间，诚做咱的帮助。简单来讲，耶稣叫伊学生听候圣神，因着福音传遍到伫世界。今仔日是圣神的时代。圣神要充满运行伫教会，圣神要充满运行伫咱的心中，诚做咱上好的帮助。
伊要帮助咱有能力应付咱的人生，伊要帮助咱有能力克服咱人生的困境，伊要扶持佮安慰咱软者的时阵，咱含万袂晓祈祷，软者甲爬袂起来的时阵，圣神讲：我坚固你，我为你祈祷，我带领你，我阁互你的骹骨勇起来。这是约伯记内底讲的。我要互你软者的骹头有徛起来。这就是上帝话语的气力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何等的祝福！何等的祝福！圣神好亲像风一般样，咱看袂到，摸袂到，但是咱知影风吹过，咱知影咱心灵极痛苦的时阵，咱需要有人来扶持咱。就好亲像我腹肚枵的时阵，我来食饭。同款，伫你欠缺的时阵，你家己的气力做袂到的时阵，你彷徨无依，你毋知要安怎的时阵，圣神搁一遍坚固我、扶持我、安慰我、帮助我，互我照着圣神的气力，大大仰望。这就是圣神要伫咱的生命当中不断要甲咱讲的，咱必须要知影。圣经提醒咱对伫圣神的态度。圣神是上帝的神，圣神是充满伫咱的中间的，圣神嘛是运行伫咱的中间的。所以圣经马可福音书第3章29节，伊甲咱讲：你毋通谤读圣神。什么叫做谤读圣神？看轻，无相信，凊彩，用你家己的想法，感觉我安尼做就好啊。各位兄弟姊妹，阁有人毋惊圣神，照着《使徒行传》所记载，《使徒行传》教会受建立的时阵，圣神上讨厌的是讲白贼，甲欺骗圣神的人。有的人为着教会要有好名声，伊就要欺骗人。欺骗人就是欺骗圣神。阁有的教会，有的人真爱站出来指挥、做头，大家拢爱听我讲的，你已经徛去伫圣神的头前啊！各位兄弟姊妹，伫这37年，我甲曾牧师从来毋敢徛伫圣神的头前。倒等阮是立伫圣神的后壁，讲圣神啊，阮足含慢的，阮有足侪代志袂晓，恳求主你带阮做，恳求主你带阮做。伫圣经的记载，谤读圣神的有几种的现象。第一种，无敬畏圣神，看轻圣神；第二种，讲白贼，欺骗。第三种，偷摕上帝物件。咱兄弟姊妹，这非常重要呢。你哪会记得？这做圣经甲咱讲，无法度得到赦免，无法度得到赦免。第二个，咱来看，毋通消灭圣神的感动。毋通消灭圣神的感动。圣神伫教会咧运行，是要互教会合一，是要互即间教会火热，是要互即间教会会当伫社区荣耀上帝，是要互即间社区为上帝做好佮水的工。
伫一间用上帝的名起做的机构，圣神嘛是安尼运行。两位兄弟姊妹，若是安尼，咱详细来想，教会需要足侪无共款恩赐的人，教会需要这个人来发挥伊的功能。咱讲圣神伫教会运行，伫教会掌管，圣神伊有法度拣选伊要使用的人。圣神会互每一个人教养的恩赐，圣神会互每一个人有教养的气力来服侍伊。教会有足侪无共款的恩赐，讲道的、探访的、祈祷的、做工课的、清洁的、爱餐的、服侍的，有足侪。你若当做，你就尽量做。因为伫遮个服侍的内面，你要享受圣神的充满，圣神的充满要互你安那恩上加恩，利上加利。咱咧祈祷拢上爱，牧师若讲啥都阿门，恩上加恩，利上加利。好亲像牧师所讲的祝福，加倍加倍。但是你要知影，你要得到加倍，是伫你的服侍的内面得到加倍。你毋通消灭圣神的感动，圣神感动你服侍，你的目睭就爱看上帝。你要知影，伫教会所有的服侍，毋是互人看到你足敖的，是要互这群人因为你的服侍，全部来得到利益。当你的服侍会当互人得到利益的时阵，你的服侍才有法度得到祝福。你的服侍若是要互人看见我足敖的，哦，你足敖的。你若是惊做一项工课了，太会友拢无来甲我认同，太会友拢无来甲你学了，错了。你爱认罪祈祷呢。我上界惊每一届讲到了落去，人就讲牧师啊，你今讲的吼，千万毋通好安尼。咱来感谢圣神，互你明白上帝话。一个讲道，伫每一个人听落去拢无共款，因为圣神照你所需要的感动，不断不断提供互你。咱兄弟姊妹，毋通消灭圣神的感动，互迄个感动持续伫你的身躯，互迄个感动持续来祝福你。互你的感动来利益众人，那你咧？你得到上帝上大的祝福啊！恩上加恩，利上加利啊！你会搁较敖。第三，毋通互圣神烦恼、忧闷，这项非常重要。这项是咧讲咱人圣神要充满咱的时阵，咱的心中，咱准备什么款的所在，互圣神充满？真可惜，咱常常带着咱的血气、情绪，甲咱的不足、欠缺，来到上帝面头前。聪明的人会当顺服上帝带领，求上帝祝福你。但是无够自信的人，伊来教会，伊有足侪情绪咧。迄个情绪会互伊安那，感觉这项伊也无欢喜，这项伊也无欢喜，伊的心中会浮足侪负面的代志出来。这个时阵，你爱知影一项，圣神咧为你烦恼，你要安静落来，求圣神帮助你，互你的心安静，来领受圣神的充满。还有一种熬比较的人，伊来教会，伊就会想，偏偏基督徒，上帝哪想较祝福伊？偏偏20岁的囡仔，为什么伊的囡仔安尼，我的囡仔安尼？伫比较中间，咱陷落伫嫉妒内面。
极度会当互你生出足侪不好的情绪。比较的内面就是安尼，两位兄弟姊妹，咱互上帝圣神引带你，咱互上帝圣神引带你。还有一种人，伫伊生活的环境，伊背负着足侪苦毒。伫阮即个世代，到我边岁人一定知影。检测恁即卖人嘛是还阁有安尼呢，重男轻女。哇！我会记得我考到较好的学校，阮阿嬷就讲：“哎哟，你毋陪去教的。”意思讲，查甫的毋考较好的，查某的考较好，要创啥？这就将来就嫁去别人因兜啊，这要创啥？检测这个时代也阁有安尼。感谢上帝，互我甲这当作笑话吼，互我甲这当作笑。但是有的人毋是安尼，有的人伊会甲逐种伊细汉成长的伤害，藏伫伊的心中，不断来伤害伊家己。别人伤害你无够额，你搁甲捡遐伤害，常常讲啊，阮阿嬷较早骂我啥物，我的妈妈较早骂我啥物。哦，我迄个朋友对我，甲人的伤害，搁摕一遍啊啦，来甲家己一直拄。因为兄弟姊妹，这苦楚，拢会当互圣神替咱烦恼，圣神也会当改变咱。咱只要顺服伫圣神的带领下面，你甲圣神讲，我爱啊，我要互你引带。我要互你感动，我要互你充满，我要得到上帝的遮遐尼多的祝福，上帝所讲的遐有的祝福，拢要伫我的身上真做有。我要愈老愈安那容光焕发，我要愈老愈好命，我要愈老愈受到你的祝福。咱必须爱互圣神帮助咱，因为只有圣神有法度将遐歹的物件，为咱的内心安那，为咱洗清去，为咱甲伊除掉。咱感谢圣神，咱得到即种的福气；咱感谢圣神，咱得到即种的福气。只有圣神会当帮助咱赢过这人生的冲突。咱的心中有真侪冲突吼，甲咱想象袂到的情绪。我发现有的人来教会特别够野脾气，咱咧做礼拜应该爱足喜乐的。咱咧做礼拜应该直接领受上帝平安，领受上帝智慧的言语，爱详细听牧师讲的。牧师讲的迄句上帝祝福，若是你无的，你爱较紧讲阿门。有的教会你去遐做礼拜，因拢会足大声的阿门阿门。你若歹势话，你伫你的心中讲阿门，安尼就好。同款，圣神就要运行伫你的心内。上帝讲啥物？讲有就要有。互圣神帮助你，互你的人生更较受祝福，互你的人生更较丰盛。基督徒本来就是咧享受世间的，因为这世间是咱阿爸爸上帝创造的。基督徒本来就是要过上帝丰盛的生活，基督徒本来就是要领受上帝迄个上水、上真、上美的代志。但是有真侪人，伊无法度看到，因为伊的心中无法度互圣神引带，找到迄条对的道路。你若要相信上帝引带，你爱安静落。你爱相信，有一位兄弟，伊敲电话给我，伊讲牧师，我今仔日吼，圣神甲我讲话，我讲伊安怎甲你讲话？伊讲牧师，你知影同行相忌无？做阮即个头路的吼，上惊别人比你较敖。
所以阮这几个较好的吼，共期的，阮拢会有时间就烧招吼，啊，就食物件、开讲、想煞听八卦。啊，阮上爱听啥物人吼，最近吼拄着歹代志，嘿，啊，阮吼上无爱听着啥物人比阮较好，所以阮做伙的时阵，阮就开始讲人东，讲人西。伊讲前几礼拜我去教会做礼拜，牧师咧讲八福。牧师讲，互人和平的是上帝的囝。哇！阮其他人吼，阮搁做伙啦，阮开讲甲足欢喜的。忽然间，即句话走出来，我的心肝丢一下，哎，互人和平的是上帝的囝。啊，我即马伫遮甲人咧批评人，咧讲人有诶无诶，我搁讲甲笑眯眯。啊，安尼我敢是上帝的囝？啊，迄个时阵，伊的心就搁硬起来。伊讲上帝囝要创啥？伊讲迄个时阵有一句话甲伊讲，只有囝才会当继承老爸的财产。伊惊一个呢。做上帝囝就是要继承上帝的财产。换一句话讲，咱就是要继承上帝一切的好物。伊讲我搁坐伫遮，甲人做伙。踮遮讲遮的五四三，听遮的八卦，踮遮嫌人，伊感觉足见笑的。伊阵爬下甲伊的朋友讲：“嗨，妻管严，我要回家了。”伊当去因兜，伊甲伊的某分享，因某讲：“你啊，敲倒去甲牧师讲。”阮拢足欢喜的，因为伊的心中得到圣神的怜悯。圣神无爱伊安尼，圣神爱伊诚做一个领受上帝祝福的人。圣神无爱互伊一直伫迄款批评人无进步的生活环境内面。当伊得到这个祝福了后，伊感觉伊非常的快乐。伊讲：“我要做上帝的囝，我要继承上帝的物件。上帝一切好拢要互我，我一定要做上帝的囝。”恁兄弟姊妹，咱若要做上帝的囝，咱是毋是爱照耶稣基督所讲的？迄就是圣神咧甲咱引带，圣神引带咱看到上帝的旨意，咱会想起耶稣基督所讲的话，互人和平的才是上帝的囝。圣经讲到遮，有的人毋知影，佮踮遐硬心，做上帝囝，做上帝囝。伊得到圣神的怜悯，甲伊讲，做囝的才有当继承一切的好物。咱遐个姊妹，咱有要继承上帝一切好无？要啊！咱逐个人拢总要。请咱大家来努力打拼，求圣神运行伫咱的当中，互咱想起耶稣基督所讲的每一句话，帮助咱，互咱会当做出互上帝欢喜的人，做出互上帝欢喜的，足简单。咱来看，这是我头拄仔所讲的遐错误的行为。若是活伫圣神的能力内底，咱会当真简单来体会到有即几项：仁爱、喜乐、平安、忍耐、温柔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各兄弟姊妹，咱教会每一遍的聚会，咱恳求上帝安那运行伫咱的当中。你即马感受到啥物？伫遐字内底，你感受到啥物？敢有人会当分享一下？你感受到啥物？你有感受到即几项的圣神的规矩无？你感受到啥物？敢会当甲我讲？伫咱即马你感受到啥物？
感受到平安？你有感受到仁爱无？上帝跳伫咱的中间无？你有感受到喜乐无？你有感受到忍耐无？有啦，牧师讲甲足刺激我咧，我即摆忍耐。牧师咧刺激我忍耐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咱每一个活动，咱嘛会当找到这个规矩。伫咱上近的咱的运动会，运动会倒来，我就踮遐算，即届运动会圣神结几粒规矩，伫我所算的内底，差不多逐项拢有。所以即届运动会非常的受祝福，每一个来参加的人拢非常的喜乐，非常的平安。这就是活伫圣神内底，咱要得到上界，互咱会当看到、摸到的祝福。各位兄弟姊妹，还有一项，请咱认真读圣经。你若无爱读圣经，你伫做礼拜时，你认真听圣经。若听到话，你较紧甲写起来，因为迄句话伫你的生命当中，上帝讲有，恁就要得到有。迄句话是咱基督徒要领受祝福的锁匙甲特权。最后，我要用先知的话来甲咱鼓励。有一个先知叫做撒该利亚，撒该利亚的时代是政治、经济乱糟糟的时阵，百姓大家心中拢真惊吓。撒该利亚伊出来呼吁，伊讲：上帝讲，万军的耶和华讲，毋是用权势啦，毋是用你家己的才能啦。就是爱用上帝神，才会当成就，也就是咱爱倚靠圣神。咱来看万军的耶和华讲，毋是倚靠势力。台语的翻译讲，毋是用势力，毋是倚靠才能，毋是用才能，乃是倚靠上帝的灵，才有法度成就。咱来倚靠上帝圣神。最后有一个圣经节，咱要共同来领受。愿上帝的圣神运行伫咱的中间，运行伫每一个恁的心中，充满伫恁的心内，互上帝圣神所成就的一切，超过咱每一个人所求所想的。有阿们无？阿们，咱三甲来祈祷。主圣神，请你来，圣神上帝，请你运行伫阮德堂教会。你为古早运行到现今，你拣选阮来遮共同诚做合一的基督徒来服侍你。阮有何等的福气？恳求主圣神帮助阮，互阮有够个的信心。来领受你的运行，甲你的引带，互阮有够额的气力，通好领受你所受一切祝福。阮安尼祈祷，感谢奉主的名，阿们。
应答上帝的听，请咱吟圣诗160首，听他的神降临，请咱起立吟全首。请坐，这时阵咱来奉献。
请坐。平安的，咱请曾牧师。今日啊，祝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圣神降临节，咱咧教会两个节期拢有咧送礼物，但是今年圣神降临节牧师想要通过圣经来甲咱讲，上帝甲咱安排伫圣神降临节的礼物。今仔日陈牧师甲咱读的即个圣经有两个礼物，伊讲上帝讲要有光就有光。因为人若生活伫混沌黑暗的中间，光是上重要的力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树。求你赏赐我生命的真光，吼！小等一下，这等下是这条先切掉，这条先切掉，吼！已经这条，我想要带向这个学院的学生祈祷了，咱才来唱这条，吼！毕业生第二牧师所读的一段圣经，跟迄个罗马书第15章，现在倒又搁重读一摆。伊伫迄个所在讲，圣神所赐予咱的能力，吼。顶礼拜牧师甲咱讲，上帝为着世间人所有备的，恁会记得圣经无？原咱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，咱通过即个节期，这是一个真神圣的节期，求就互咱找着拄着，拍门就甲咱开。咱教会有一群真宝贝的学生有7个今仔日即礼拜要毕业典礼，吼。牧师邀请因来头前，咱大家同心甲因祈祷，好不好？来，请毕业生来到前面，好不好？请主任跟老师弄来头前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为他们祷告，我们一起为他们祷告。教会恭喜你们，完成了也阶段性的就要给的任务，你们长得都每一个都很漂亮，你讲有无？你们要相信，真的有。牧师伯现在跟您讲，你们很漂亮，那讲现在讲都不艺术，因为那就是便宜的赞美话语。你今仔日恁要毕业的时阵，每一个老师甲教会遐恁的长辈拢甲恁祝福，求天父上帝赏赐恁将来的生命当中，亲像今仔陈牧师所讲，向日葵是迎向光明的生命，上帝祝福你们有一个灿烂的将来，上帝祝福恁的人生，愿主耶稣基督用伊稳定的油，抹伫恁的生命，抹伫恁头壳顶，互恁的人生充满充充足足，充满上帝的恩惠。至上的天父上帝，阮将每一个向这个学院的宝贝的孩子，拢交伫你的手中。因的毕业是象征另外一个阶段的开始。转伫你的面前，恳求主你的圣神甲伊撒甲伫地。主啊，伫今仔这些时代，人所需要就是一个刚强壮胆、良善信实、上帝的圣灵，特别伫这个圣灵降临节，求主你的圣灵进入到每一个孩子的生命。主你甲因画手祝福，主你互因心中有上帝你的圣神，特别伫今仔日这个圣灵降临节，主啊，你的圣灵亲自充满在这群孩子的身上，互因带着上帝圣神所来的开力，阮将因交伫你的手中，阮要将因献做一个礼物，互上帝。每一个老师伫因的身边，阮同心祈祷，主伫因的将来。当阮因离开阮的时，愿天顶的上帝，你甲因做伴，互因一生行伫有恶梦的道路顶悬。愿安尼祈祷我个所有性命，阿门。加油，耶稣爱你们。好，请回座。亲爱的弟兄们，咱来吟一首诗歌做咱的祈祷，咱来吟这首诗歌来做咱的祈祷。来用祈祷的心，咱用这个诗歌来做咱的祈祷。
求圣神进入咱的生命中。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，我们今前来谦卑等候领受，欢喜在爱中有满足的喜乐，圣灵请你来自由运行这地。你同在中有一道生命水流，我们今前来谦卑等候领受，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，请你来自由运行这地。生命的江河流啊流，自由永留在这地。在我的里面，生命活水不停息。生命的江河，自由永流到无尽。我们欢迎你，生命，我们爱你。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，我们今前来谦卑等候领受，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，圣灵请你来自由运行这地，圣灵的江河流啊流，自由永留在这地。在我的里面，生命活水不停息。生命的江河，自由永流到无尽。我们欢迎你，生命，我们爱你。生命的江河流啊流，自由永留在这地。在我的里面，生命活水不停息。生命的江河，自由永流到无尽。我们欢迎你，生命，我们爱你。生命的江河，自由的运行在这地。我心渴慕你，我渴慕你。生命的江河流啊流，自由永留在这地。在我的里面，生命活水不停息。生命的江河，自由永流到无尽。我们欢迎你，生命，我们爱你。生命的江河流啊流，自由永流在这地。在我的里面，生命活水不停息。生命的江河，自由永流到无尽。我们欢迎你，生命，我们爱你。我们欢迎你，生命，我们爱你。
姊妹，圣神是看袂到，但是伊存在。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，牧师要真诚恳邀请咱，检查咱每一个人，真多数人拢毋捌看过圣神，但是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伫咱的心内，咱邀请这个圣神。我知影这个圣神要成做咱生命的开展，咱的生活混沌，咱的心中看路。但是若无帮助，咱的人生亲像苦海。咱伫今仔日个礼拜所听兄弟姊妹，圣经明明记载讲，圣神就是上帝为着听伊的人所预备的一个礼物。这个圣神踮伫咱的内底，要超过牧师的公道。这个圣神踮伫咱的内底，要超过父母所留予咱的财产。这个圣神踮伫咱的内底。今仔日，这就是一份的礼物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你若愿意伫你的人生中间有这种的帮助，有这种开展，今仔就这节日对咱来讲是上好祈祷的时间。我要邀请兄弟姊妹，咱用这条诗歌来做咱的祈祷。伫安静的时，牧师要邀请咱甲圣神讲：圣神，请你进入我的生命中。圣神伫你充满我，进入我的心。你当用你的心安静来领受这条诗歌，你嘛当存出你的双手讲：亲爱的圣神，请你充满我的心。所听的姊妹，你若愿你这个圣神做你一生的帮助。祈祷的诗歌的时，你甲主讲阿们，你甲圣神讲，亲爱的圣神，请你来，充满我，充满我的心，亲爱的圣神，请你来。圣神，我的主耶稣甲我讲，你踮伫我的心内，我的心就要亲像天堂同款。亲爱的圣神，求你伫这个时阵进入每一个所有阮的兄弟姊妹因的心内，将你的平安，将你活泼的画面放伫每一个人因的心内。圣神，听阮祈祷，请来圣神听阮祈祷。亲爱圣神充满我，用你的听堂充满我心。亲爱圣神充满我。That Christ圣神成做你的帮山，伸出你的双手，欢迎上帝的圣神。你嘛通看手伫你的面前，为着你的心祝福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领受上帝圣神伫你心内的帮助。听阮祈祷。亲爱的圣神，听你的囝子全部听祈祷。圣神，求你温柔我的中间。
需要邀请咱中间，若有人欢喜要领受圣神，需要圣神帮助，恁愿意来到头前，牧师为你祈祷。你若需要上帝圣神甲你三角地地，所听的姊妹，咱做伙来领受上帝圣神的帮助。你若愿意圣神会充满伫你的生命中，牧师要邀请咱来到上讲台顶，咱来徛来到讲台顶悬。其他兄弟姊妹，咱嘛通继续，有这条诗歌伫咱的祈祷中间，请来圣神，请你来运用伫阮的中间，请来圣神，请你来到阮中间，放伫你的面前，恳求主你的圣神，因为你的圣神的充满会带来圣神的洗礼。因为你的圣神会将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浇灌阮的心情，因为你的圣神会当互阮的生命重新得到喜乐甲平安。请来圣神，请你来到阮中间，主你这时进入到每一个来到你面前，伫你的面前来举手向你祈祷你的查某囝、你的囝儿，主要求你的圣神伫阮中间来帮助阮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，阮奉你的圣名来祝福阮的姊妹，来领受上帝你圣神的帮助。主啊，你的圣神充满伫伊的内底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求主你施恩赐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的圣神来充满。主啊，充满你的查某囝，互伊领受上帝你的圣神，互伊伫你的活气内底，伫你的活命权力的内底。生命大大得到上帝你的祝福，至圣的天父上帝，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，请来圣神充满你的查某囝，主愿将真话交伫你的手中，愿主你的圣神来充满伫伊的生命中间，祝福伊来享受你充满迄种的快乐甲活命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我你，至圣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我你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愿将你的查某囝交伫你的手中，愿主你的圣神来充满伫你的查某囝，互美灵充满上帝你的听，主耶稣你的听充满伫伊的内底，主耶稣互伊得到圣神的活命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阮将阿辉交伫你的手，阿美交伫你的手中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求主你领受圣神的帮助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愿主你的圣神成做伊的帮助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至圣的天父上帝，你伫人的需要顶关系到上帝你的稳定，主啊帮助你，主啊伫你的面前，将你分交伫你的手中，主你互你的查某囝来领受对你圣神内底会充满恩膏。祝福伊通真侪你过去的器具伫教会做主你的萝卜甲侍奉。至圣天父上帝，阮感谢学了你。至圣天父上帝，愿你的圣神点伫伊的心上。至圣天父上帝，阮感谢学了你。愿你按伊分活开，互伊领受圣神的充满。主啊，互伊领受主你圣神的充满。主啊，所愿感谢你。主啊，所愿感谢你。主啊，所愿感谢你。赞美你，哈利路亚。主啊，所愿感谢你，愿赞美你。主啊，愿感谢你，愿赞美你。至圣天父上帝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阮伫你的面前感谢你，会当带你查某囝来到教会，伫主你的圣工内底做主你的采用，主你要互伊真侪只细囝的妈妈，主上面的老母，根据主你的圣神，互伊有大快乐和关联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阮用你的圣名来感谢你，恳求主你的荣耀，主你圣神的活气充满伫你的内底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，阮赞美你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阮为着阿芬来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主你的圣神甲伊撒甲地地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互伊领受上帝你对天灵来各种的文顺，互伊伫各种的眼光，特别的小事，伊造就人的文顺言语，圣神的言语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我你的圣名，愿天父上帝你的圣神充满伫你的内底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阮要将你的查某囝交伫你的手中。主
主耶稣，你的圣心要进你的内底，你是互死搁活，互无变有，你的圣心也是一个互人内底有清气的心，搁换心正直的神的上帝，我用你的性命来为我的查某囝祈祷。主啊，你的恩典，互伊的一生中间得到圣神的荣耀，充满伫伊的内底，伊的生命要活出上帝你家己的阳光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互伊的妈妈真多享受这个查某囝成长的荣耀的快乐的妈妈。主啊，你将你的权能放伫因的中间，互因的家庭，因的圣神的充满大大有快乐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愿将你的查某囝交伫你的手中，愿恳求主你，甲你的查某囝撒甲地地，主啊，你的成长的过程中，愿灵魂体拢要得到成长甲大汉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愿感谢俄罗你，愿主你的圣神甲伊撒甲地地，愿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帮助你的查某囝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互这个家族。所有的囝儿查某囝拢得到上帝你的充满，主啊，你是一个互人得到权能的上帝，愿你的圣神甲阮撒甲地地，主啊，伫你面前大大你恳求，因为你甲阮讲，听你的人，你为着伊所陪伴的，主啊，就是这个圣神的充满的恩膏，这个圣神充满的喜乐，主啊，感谢俄罗你的圣尊名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阮伫你的面前为着预尝来祈祷，求天父上帝，你甲预尝撒甲地地，主啊，你设立伊遮做一个真要紧的你的路谱，主啊，伫真重大重大的顶悬，你互伊快乐，阮伫你的面前为着伊来恳求你，主啊，你的圣神大大充满伫伊。伫伊所拄着各种艰难的事，又大又难的事，主你的圣神就甲伊讲你着求我就用你来成就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互伊伫一个机构的内底，当做一个好的见证，一个好的一个长辈，会当伫所有的同工的面前来成做一个见证的模范，也用伊的生命来领导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求你的圣神甲伊撒甲地地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我为着安慰来。求天父上帝，你甲你的查某囝撒甲地地，主啊，你的听你甲伊撒甲地地，你要成做伊的安慰。主啊，你的圣神大大充满伫伊的内底，主啊，伊会得到头棒，就各种的需要对我你来满足。主啊，所以你享受，主啊，所以你家己的宝贝，主啊，所以你甲伊撒甲地地，充满伫伊的内底。至圣主，求你充满伊，主啊，求你充满伊，互伊来到你的面前，勇敢壮大，坦然无惊吓，来领受主你极大的恩惠甲帮助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我们为伊会节来祈祷，求天父上帝，你的圣神甲伊会撒甲地地，主你的圣神充满伫伊的内底，互伊有救恩的权柄伫伊圣神的福音要对伊的嘴来出，主你互伊会当带着圣神的权柄伫各种的需要顶端来做上帝你的采用。主啊，阮感谢你。因为伊靠无你，也形成救恩伫伊的家族的中间的祝福。主求你圣神，即是充满伫伊的内底，享受伊圣神所带来智慧聪明策略能力、财物以及敬畏上帝的心。主你的圣神甲因撒甲地地，至圣的地父上帝，阮感谢我你，阮伫你的面前为着你的查某囝主龙来祈祷。主啊，感谢你，互伊有份伫上帝你的呼召。主啊，你互伊有属天的权柄，搁一摆充满，搁一摆充满。主耶稣，你互伊伫领受主你的圣神同在的时阵，伊有上帝你宝贝的权能，伊的嘴要叫做上帝你的器躯来讲出圣神所讲属灵的话。求天父上帝，互伊有上帝你所享受极大的快乐。至圣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我嘛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的圣神特别甲阮会当讲。撒甲地地，至圣的天父上帝福音，会当伫上帝你的圣工中间，将做上帝你福音的器具，将做属灵的老母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阮将阮的同工交伫你的手中，恳求天父上帝你甲伊撒甲地地。主啊，听阮祈祷，至圣的主，至圣的神，甲阮同在，伫阮这条诗歌教阮祈祷的时，祝每一个兄弟姊妹拢享受。无有一个人坎坷离开你的生命，主啊，互这条诗歌成做阮每一个人的祈祷。咱请慢慢对到伫咱的座位，咱安静祈祷，咱伫天父上帝帮助，至圣的圣神充满阮，至圣的圣神充满阮。
我空空离开上帝的礼拜堂。愿上帝圣神伫将来恁的年纪中间，逐工对即出到即落，甚至伫你暗时咧困的时阵，愿圣神伫你的梦中，甲你三角伫地。咱用即落诗歌来做咱的祈祷，诗歌较大声一点点啊！咱用即落诗歌做咱的祈祷。亲爱相信充满我，用你的听当充满我心，亲爱相信充满我，亲爱相信充满我，爱相信充满我，愿你的听当充满我心，亲爱相信充满我，亲爱相信充满我。咱做伙来祈祷，亲爱的，这放手伫你的心，牧师带你祈祷，放手伫你的心。你讲，亲爱的圣神，请你充满我。我的生命需要你的帮衬，我的生活所拄着的困难需要你透帮。伫我的人生道路中，我需要你的光明。伫我空虚的心内，需要你的平安甲喜乐。对今仔日开始，我不爱做孤单的基督徒。求你将上水的礼物伫今仔日放伫我的心中。就是你的圣神的充满，对即时到我一生的路尾，拢无离开我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，阿门。咱来吟一首感谢的诗歌，祈祷的诗歌，耶稣听你。让这个诗歌求主耶稣听，来充满伫咱的内心，也充满伫咱的家族的内底。愿主会听，甲咱三角伫地。你一生用最大的福分之时，耶稣永远听你。叫我脱离黑暗的关系，叫你脱离黑暗关系，才愿真日。光明国度，哦，耶稣听你，伊会救你，耶稣永远听你。愿主耶稣会听，甲咱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三角伫地。
对这时到永远。咱今仔日非常欢喜，有一个姊妹玉慧姐，伊招伊2个姊妹啊，有一个姊妹叫做杨玉婵，有一个姊妹叫杨玉兰，对无？牧师讲毋对，杨玉燕啊，是咧，真欢喜欢迎恁来，真欢迎恁来。还有另外一个陈弟兄，陈进龙弟兄，伊就是这个玉长的先生，主要坐伫咱中间，咱嘛欢迎这个陈兄弟来咱中间，有一个足巧个水的查某囝，今年国小毕业，牧师要甲你祈祷，了后恁要去日本佚佗，对不对？听讲恁要去自助游，这个小女孩要升国中。兄弟姊妹，咱来甲伊祝福，咱来甲伊祝福。敢袂当请进龙兄甲玉长姐你陪恁的查某囝，叫做雨欣，对吧？陈雨欣，请恁咱陪雨欣来头前，咱来为着伊的将来祷告，咱来请伊来头前。恭喜聪明又漂亮。不但聪明漂亮，上帝赐给你能力，将来长大，身心灵都充满了上帝的祝福，恭喜恁的快乐之旅，上帝赏赐恁，这成的天父上帝，阮为着余心来恳求你，伫伊将来成长的过程中间，使你带伊行一条奇妙的道路，因了被真正尝到，也被真正认识主耶稣。但是求天父上帝，你伫因的家庭中间预备因天上来的礼物。主，这就是你讲把扶，阮将余心伊的学习成长过程交伫你的手中。求天父上帝，你祝福伊。伫今仔日圣神降临者，当他不知不觉当中，求你互伊的生命全然不一样。因为当圣神点伫阮的人生，阮的人生要有无共款。主，阮要奉你的名来祝福进龙兄，祝福玉长姐。阮恳求天父上帝，你祝福因的人生有圣洁的充满。求天父上帝祝福因所计划所安排、所期待、所想象的，拢会当得到祝福。主，阮伫你面前感谢你，祈祷我所圣名，阿门。上帝祝福你，玉燕姐，我甲你祈祷一下，欢迎你来，真欢喜你来，至圣的天父上帝，阮真欢喜，阮有一个新的姊妹来到阮中间，伫你的面前，奉你的名来祝福伊，求主你亲自拍伊的心门，进入伊的人生，互伊经验到上帝你是真正存在。主啊，你的圣神对伊讲话，超过牧师对伊所讲的话。主啊，将语言交伫你的手，祈祷我个所圣名，阿门。上帝祝福你，上帝祝福你。所听的姊妹，今仔日是圣灵降临节，求就互咱找着拄着，好不好？会记得牧师今仔甲咱讲，圣灵降临节最大的应许就是讲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也这唔通空空离开上帝，唔通空空离开上帝。你伸出双手，靠你的心行情，你甲主讲，主我不爱空空离开你，主我一生要做天公仔囝，我一生要做有福气的人。主你亲自祝福我，甲我的家族，愿主会听甲咱三个伫地，对这事到永远，每一个人，耶稣听你每一个人，好，咱来请师会来报告，咱来请师会来报告。咱来请生日的人来头前，好不好？有慧文，有金龙、金印，孙玉文已经记到了啊，因为伊知影这礼拜伊袂当参加，所以孙玉文在上个礼拜就已经祷告了。各位医生，恭喜大家生日快乐！
咱也有即礼拜生日的吼，咱来头前吼，咱来向前吼，上帝给你祝福吼。亲爱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每一个来到你身份座前，为着生日来祈祷下阮的阮的长老阮的执事，甲阮的阮的宝贝，求天父上帝你特别是阮祝福伫你的查某囝的身上，伫伊生日的时，愿主你，互伊的生命的杯是一个充满祝福的杯。主啊，互即个查某囝一生伫祈祷的中间承受上帝你对天地来祝福。主啊，将阮的长老终身交伫你的手中，主你设立伊做一个神圣的工作。主啊，这是一个人看到即个工作中间，就看到上帝稳定的记号。恳求天父上帝你的圣神永远充满伫伊的内面，互伊带有智慧、聪明、策略、能力、财物。主你互伊成做一个上帝你圣洁的工人，伫主你所交托的工作的顶端荣耀上帝你的名，因为你是对无到有的上帝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阮将阮的职事与身交伫你的手中。主伫伊生日的时，伊担当今仔日的礼拜的祭司，阮要恳求天父上帝你，互伊成做祭司的职分，对少年到年老，一生徛伫上帝甲人的面前，互人通过伊看到上帝的存在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阮伫你的面前。嘛，恳求主你甲你的查某囝三角地带，至圣的天父上帝，阮要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充满，互你的查某囝伫生日的时领受上帝你对天灵来各种的恩赐。主啊，你互伊伫各种的恩赐顶悬有大大有上帝你的慈爱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学到你，阮知影主你的圣神即时甲伊充满伫伊的内底。我们奉耶稣的圣名感谢你，学到你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愿主你的圣神充满伫因，过来。365日，每一天拢充满上帝你奇妙恩典。逐日甲你讲早安，逐日甲你讲晚安，逐日甲你讲感谢上帝，天天美妙的预备。主啊，你甲因三角地带，祈祷我家所有性命。阿门。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。这时我来报告。顶周聚会，请咱家己看。本周聚会主日礼拜日透早9点半伫礼拜堂，祈祷会拜3 8点伫礼拜堂，查经班拜6透早9点到暗时7点半伫线上。圣工的服侍诗会，后礼拜诗会是咱请张永芬执事领诗，请谢丽云姐妹，抒琴请陈美秀执事。书宪交代，咱请张世昌甲林安禄执事；爱餐，咱请尤丽芬执事。新安宫读经表，咱照这个顺序表来做灵修。具体交通，第一，本主日是信心感恩日节，恳求信心大大运营复兴教会。第二，向日葵学园伫6月11上午10点举行23届毕业典礼。今年有7位毕业生，愿主祝福。第三，7月17甲11下晡1点半到5点，书记儿童营请代祷，愿信心帮赞，互即个营会成做社区的宣教。第四，6月21号拜6透早9点到12点，中中妇女部临修会，地点伫喜乐保育院。报名到6月初9，有要参加的，请文分会长来报名。第五，7月12拜6透早9点到12点半，守护天使相见欢，地点伫喜乐保育院。6月16号拜1报名截止，有要参加的，请文分会长来报名。第六，咱请为这生日的来代祷。奉献报告，请咱家己看。若有错误的，请会计人员来做更正。代祷事项：第一，为新兴欠仔呢有中原、庄仁聚、黄宏仁、洪吉新、庄彦昌，以及教会所有长辈健康平安来代祷。第二，为教会青少年的身心灵课业、升学考试代祷。升大学的有陈慧安、
升高中有钟善如。第三，为适婚的青年的婚姻来代祷。第四，为出国在外的青年有林义轩、刘玉明、庄爱玲、陈恩君来代祷。第五，为姊妹教会来代祷。妇人一日德克达雅以上。咱来吟上言圣诗513首，愿主赐福保护你，去你吟全首，吟诗刷请曾木村作祷。愿主耶稣基督恩典，天父上帝的疼痛，圣神的感动，相通扶持，甲阮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三甲弟弟，对即时到永远无尽。阿门。谢谢灭得避讳。